才无心情，要哭惊无声，阮是算啥？你的看是鬼牛车，放阮的心在通听，假做不知影。问你需要啥人陪？问你心爱倒一个？我不是少年花，若是无心无情无爱，就予阮知。对心破烂，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阮搁在做梦，梦只听着心在喘。对心破烂，我将你放，满满期待换来一日空。对你，用阮的青春相送。对嘛，你是倒位无爽快哟？无啦，丽云啊，你看吼，这摆来宝刚会出来面会，无问题啦，阮弟仔专工来，伊会使入内底看内宝啊。只要吼，大口劝一下，我相信内宝一定出来见咱的。安尼上好啦。丽云啊，多谢你甲文弟吼陪阮来了。我就是惊讲吼，内宝若无爱出来甲阮见面哦，吼，我就愈想哦愈气胃寒啦。莫烦恼啦。你啊，你唔免就烦恼甲安尼啦。就算讲内部啊拢唔捌细事，心肝嘛有遐尼啊硬。你若安尼当安尼紧张咧，我看你安尼哦，较凡是看无到内部，你就先昏昏倒啊。是啊，对嘛，你放心啦，只要问题出来，咱就拢会再看到内宝啊。你啊，内部啊。对嘛？问题，那干你一个人出来，内宝咧？伊唔肯出来。对嘛，来，咱才做啊。我命那样苦，我命那样苦。问题啊，当阮内部啊，即摆是变安怎？有较瘦一点啊，哎，面有乌青，啊，讲去跋倒去弄着啦。我看是无要紧。也是讲，到底是安怎咱无爱出来见？伊是毋是伫咧怨恨我？伊无讲这个问题呢。安尼我知影，你是伫咧怨恨我。怨恨我讲出，伊毋是我的亲生囝。有啊，你爱记哦，啊，你啊，即马心情哦，当咧歹，等下伊出来的时阵，讲话较细腻，莫甲刺激啦。我知啦，这大爱你搁烦。阿瑞啊，我摕一罐甜心汤哦，要来互你啉啦。听阮美芬啊讲吼，你心情吼真歹，啉罐甜心汤吼补身体啦。对啦对啦，多谢。这内宝啊吼，虽然做了有淡薄仔过分，不过这囡仔人吼，较毋捌世事，你着麻烦伊计较啦。我哪会参要甲你囝计较？是讲吼，我早遐尔啊侪物件要互伊，惊伊咬着，惊伊赶着，伊煞吵都无爱吵我。
喂，这好空，还阁是这杜姑。大海，你搞过来看是要安怎处理？哎，对，规气互伊死啦！靠腰啊！你个拍死，你个做啥要担？你来担的。我都唔相信你能站偌久个，打加收你，甲个为咱像狗共款的，我来讲。行啊，嘿，骨头了我酸酸，叫伊过来甲我掠。哦。喂，赶快，大海叫你去遐掠人嘛。今日话？好。安尼唔着对，乖乖啊，大兄就会疼惜你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唔只有乖，你啊乖乖啊听话哦。我大饼会甲你照顾，啊，无咬你10几工，你咬死，搞死因啊！啊，你叫啥名？你是臭人哦！大汉咧甲你讲话无听哦。哎，小鬼，我老好死！吃快点，讲啥？恁遮人拢是软毒枪鬼，后壁啥物人家伫外面头前讲伊是老大，我都好死，好死对无？你若放屁，无阮大饼会无鬼啦！行，快大汉，你有要紧无啦？无要紧，遐死尔。我甲你讲，你想卖我一困。啊，咱是要困倒啦？困大家困，那安尼啦，没有叫我大呀，大歪着。安尼，大，我毋是啥物大，我只不过是希望讲，就计以后大家当互相尊重，互相尊重，你讲迄对啦，我讲对。溜丁的啊，啊你嘛较差不多的啊，要困啊还咧啉哦。嗨，啊讲你外行，你真正外行呢。啊你无看迄报纸咧讲啊困进前啊，啉2杯仔酒，吼会当通血咯，对身体有帮助啦。你是捌无？迄拢人黑白讲的啦，你若遐尼兴啉哦，倒一工啉到开骹破手哦，我都无要插你啦。好啦好啦，听某醉大富贵。我去啉一杯咯。等下休息会去困啦，搁啉。好啦是。敢会是文迪转啊？无可能啊，阮弟啊今仔值班啊，你去开看卖啦。对。哎，你哥啊，有点，哎，这人莫问转去啦。你来坐。你说，遮济啦，遮济啦。对啊，嘿，恁有看阿瑞啊？无啊。阿瑞也是发生啥代志啊？我嘛唔知，就规工拢总无看伊的人，我想讲伊唔知有来遮无？敢毋是失踪去啊？我嘛唔知咧。阿牛啊，你有看阿瑞啊？有啦，无啦。啊无你即摆是咧讲啥啦？你到底是有看的还是无看的啦？有啦，哎，有昨看的啦。哎呦，你讲昨要创啥？人推开门的是今仔日啦。唉，推哥啊，啊你有时间去找看卖无？啊，遮尔暗啊，是要对找。系啊啦，敢会是用怪异啊？哎呦，你莫安尼黑白讲啦，迄阿瑞也大人大种啊，托可能互怪伊咧。推哥啊，你毋免烦恼啦，绝对无代志的啦。啊你毋着为博前天呢？啊无你也知伊拢无代志。啊，我是咧安慰推哥啊，啊无你要去叫我甲推哥讲，阿瑞也做危险，啊，互伊倒去困袂赢。害我为你一颗心冷了。伊就讲伊心情歹，要担遐大几工啊。哎，心情歹，住别人家敢会好哟？唉，食啊七老八老吼，敢若囡仔，是进无一个款了。哎，你个转来。那个，坐啦。啊，坐啦，我添一杯仔茶互你啉啦。来啦，饮茶啦。啊，你有消息无？我安尼一世界拢找无伊啦。唉，这阿
对也是安那，但无缘无故怎失踪呢？我看吼，若搁找无吼，上好是来报警。报警。唔好啦，迄报警唔好啦。什么唔好咧？啊，万不利阿瑞啊是去用绑票咧。绑票？哎呦，刘丁啊，你莫安尼乌白讲好无咧？啊，崔哥因当毋是啥物好野人，怎有遐尼戆的土匪要去把你啊做肉票咧？土匪也无遐讲。对啦对啦，安尼敢会是等于下港？那下港也无亲无戚，伊等于也是要找啥？安尼是去学校去找秀英对吧？这也阁也无可能。伊若要找秀英，就直接甲我讲到，伊那就偷偷走出。你唔免烦恼啦，迄阿瑞啊吼一定会倒转来的啦。你哪会知啊？阿玉，你是毋是知影你个人伫倒位？我唔知影啦。啊，唔知，你哪会知影伊一定会转来？哎呦，你是咧做我啥啦？啊，有话就紧讲啊！你无看嘴哥，急到就要死啊！哎呦！你互我拜托者，你甲我讲者，阿美个人到底是咧倒位？拜托你甲我讲者。哎呀，好啦，我就老实甲恁讲啦。啊，昨昏吼，阿瑞也有来厝里找过我啦。来啦，啉茶啦。阿瑞啊，啊你是有啥代志少？你敢无退阮 game？ 哎呦，阿瑞啊，你莫一直互我摇袂睬好无？啊，你对你们甲即马吼半句话都唔讲，啊手佫会即包衫裤，你到底是要创啥啦？啊着天机不可老下吧？阿瑞啊，你真正有够爱讲笑呢！啊，咱若唔是咧搬官去，啥物天机啦？我有酒抓过啦，袂用咧讲啦。你莫搁再问啊啦，我甲你讲吼，我要离家3个月啦，啊，我是惊无推的烦恼，所以拜托你，无推若找我吼，你著甲讲我真好，讲无代志啦，吼，拜托的，拜托的。阿瑞啊！阿玉啊，你哦平常时啊一支嘴是安尼夹叫夹袂停啦，啊是安那阿瑞啊无讲伊要去倒，你哪毋甲问清楚咧？啊，我就一时糊里糊涂袂赴甲问啦。你哎呦，唔免问啊，你爱直接甲动来就对啦。迄阵时候通知水果，赶紧甲带转来啊！你哦有够无路用的啦！对啦，你较老啦，跟我亲像一只狗的啦，以后这个代志哦，努力去处理就好啊啦。讲的什么笑话啊？当我人也无电着，我是要安怎处理咧？你去讲，讲啥啦？讲啥啦？好啊，好啊，拢过是我唔对啦，啊，你也是我的某啦，我是伊的翁啦，我这连做翁的人都唔知走去倒位，煞来害恁两个阿某安尼，啊，我真是足见笑。拢嘛你啦。水果啊，啊，即马知影你也已经安全啊，你会使放心啊啦。我是要安怎放心啦？人即马唔知伫咧倒位，无代无志啊，伫咧离家出走。对，我想着啊，阿瑞啊吼一定去趁。啊，你是讲伊倒位去啦？阿蕊也是正经查某咧，你哪会讲伊去趁呢？啊，你是咧讲啥啦？我是讲阿瑞会去找一个头路趁钱啦。啊，你嘛讲我较清楚咧。啊，等去找头路趁钱，这个正经代志，啊，着插着踮仔咧黄叶叶咧。啊，即马上重的啊，就是爱知影哦，阿蕊会走去倒啦。咱若知影走去倒，才会当找着伊啦。小姐，买一张平安符啊啦，我比恁专家哦，平安就是大太钱，100块尔，100块，互你嫁好翁啊！拜托的，100块尔，一张100尔，互你嫁好翁吼。多谢多谢，互你嫁好翁吼，多谢多谢多谢吼。小姐小姐，100块尔啦，我比恁专家，靠是推嘛，推嘛，推嘛。明明就是推嘛，你哪一工你都无看呀？
还是谁寄来哈？秀英啊写来啦。秀英敢有啥物代志呢？伊讲哦，伊伫遐真平安啦，钱也有够通好用啦，讲哦叫咱毋免惊。阿母啊，伊嘛还佫有讲啊，讲哦祝阿母你哦身体健康啦。咱这秀英啊，都是遮尔会考处的啦。伊安尼遐尼聪明，好好读册，性格阁遐尼好，拢毋免互咱安尼烦恼了。母啊，食者物件啦。推啊，我袂晓啦。无啊，要是安那阿蕊安尼无转来啦，我昨毋是甲你讲过啊，叫你带伊转来啊。伊就讲，伊讲要等遐加大几工啊，还紧啦。推过，好消息啦！阿蕊找到啊啦！爱我为你一颗心冷凉。我插你入来休息来。推的啊！啊，当你是有啥物代志，干的拢咧瞒骗我，惊我知啦。无啦。莫哦，你着讲话拢讲过一半啦，好啦，都拢无爱甲我讲啦。母啊，啊你无啥物代志啦，你哪安尼黑白想啦？你讲看到阿蕊啊？对啦，米粉哦，伫路顶等到的啦。对啊，我伫路口吼看到推姆啊，伊头壳戴一顶鸡笠啊，手徛喺顶啦，身躯穿的足像人喺念经迄种衫裤呢。啊，伊哪会去穿迄种衫？伊敢会去做尼姑？啊，你有看卢光头无？这我唔知影呢，迄鸡笠伫咧也看无啊。米粉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，叫你倒找恁推姆啊，啊你有看到毋知来叫咧，叫伊倒来厝里毋才对。袂赴啊，若我一看到伊吼，就紧来喊。我即摆才知影，原来推姆啊吼，你走敢若像要飞咧，一梦影都无看呀。有啦。啊，你敢有看清楚讲，伊等迄家路是伫咧创啥？伊手吼摕几廿张的字条啊，啊人若摕钱互伊，伊就互人一张，可能是咧卖物件。哎呦，夭寿哦！有啊，你若讲阿蕊会夭寿啦？毋是啦，我是讲吼，阿蕊吼，毋知咧摕倒一间庙仔木款无？你哪会知？伊毋是讲吼，伊穿咧亮景的衫裤，啊，搁咧含路边的人交菜，一定是咧摕庙仔木款啦。我看吼，阿蕊阮当互骗去做迄落代志啦。推过，你今日庙仔探听看卖，一定找着阿蕊啊啦。无喏，阿母，啊台北市吼，迄大细间的庙仔，上嘛几600间，是要对对找。啊，你真古锥呢，逐间都甲找啦。唔知有对遮来无？我无看到呢。多啥？照片啊！好像。你叫我有捌送，我才几岁啊？你叫我捌送敢对？是的啦，是的。我是讲吼，恁遮有查某人无？啊，无你看我敢是查甫人？歹势，我问着，我是讲恁这庙仔内底吼，啊有查某人穿衫无啦？嘿，你是毋是头壳有问题啊？哈，我这是正经的所在呢，你一透早就问我有穿衫无穿衫，啊，无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无啦，我是问讲吼，恁遮有迄个查某人吼？好啊啦，你愈讲愈花，我来问伊啦。请问一下吼，我是要请问讲吼，恁这间庙啊，敢有派查某人出去募款啦？募款？阮这无遐尔啊衰咧，阮头家是有钱人咧，去这间庙是要互人清修的呢，毋是要趁钱用的呢。啊，我看恁两个人吼，啊，你心情袂定吼，啊，风风光光吼，恁两个当小姐来阮遮吼清修啊啦。你叫阮两个清修哦？啊，阮是要清修啥？拢嘛会用的啊。比如讲，你若替人办伙啦，吼，也是趁乌心钱啦，做歹代志吼，啊心肝袂安，拢会当来阮遮吼忏悔。啊，若无吼，你若死了后吼，去阎罗王遐吼，伊会甲你处罚。歹势吼，阮无做歹代志吼。嘛无趁什么乌心钱啦，更加无去害别人啦。嘿啊。爱情拢是予人梦啊梦，为何你
爱情拢是掠人是冤错，为何我